来顺行，顺行哦。来啊，多谢你你，多谢你。啊，谢天谢地啊，当家哦有香火啊啦！哎呀，烧香的啊！好，你倒来，来起来哈。我不要紧啊。哎呦，这大夫哦有交代你，身体要顾好哈。咱即马当家的香火完全拢爱靠你啊哦！听阿妈的话，为即马开始哦，当家的大细项工课，你拢莫甲我插手。上重要的吼，就要紧甲我生一个宝贝干仔孙出来哈。阿嬷，那这个代志你放心啦，即马吼厝里大小项代志拢交我来做就用的啊啦。好，听着哈。咱因离咧哈。安尼啊。安尼啊，因日就咱准备要出去啊啦。哎呦，这个因离哦，实在是真害歹啦！一日敢唔甲他知影讲要含卢局出去安尼四界行，伫咧做老爸啊，安尼无要无紧哦。主长，紧嘞，紧去甲你阿兄因找倒转来。这秋香有心哦，是咱当家吼的大喜事。咱一家伙仔人哦，爱来感谢神，甲咱的历代祖先呐。对了，紧甲找转来吼。好。感谢神明保庇，历代祖先有灵有圣，咱的因儿吼要做老爸啊啦，当家吼。有香火啊，真正是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哼，想要到秋香，真是比我较早有心。但即马当家大大细细，拢互伊做靠山。唉，好伫家仔还有撇好，活伫我一边。哎呀，相公，你相公，哎呀，你啊，相公，你相公，哎呀，这你，相公，你啊。你啊！你是安怎？你啊，你是安怎啦哈？哎呦，你莫互阿妈惊好无？即马秋香哦，腹肚内有你的囡仔伫的，你着爱较细腻咧，身体爱较注意咧，知无哈？阿妈，我知啦。秋香，歹势啦，互你替我烦恼啊。袂啊，相公，上要紧是你无代志。好。哎呀啦，安那连撇好也变啊！敢讲彩云的法律是灵啊性？什么？你讲我用伫当撇好身上的法律是灵啊？我讲的是真实的啦。伊即马拢含秋风斗阵，根本就无要插我。而且秋风巴肚内即马阁有撇好的囡仔，一定想办法叫撇好甲休掉的。哼！原来天下间的查某人，拢是无情无义的。我伫在生的时阵，都是受到翁婿带细姨传宗接代，才来甲我放散，害我去调刀自尽。想要到东北后，嘛是为着秋香，才来把你放散。好，假使伊若安尼做，我一定要互伊后悔一世啦。相公，哪好意思啦？我家己来。我是恁翁啊，照顾你是应该啊。佮再讲这安胎啊，食落吼，带你倒落好遐困，吼。我只是有心，我也无病啊啦，你莫遐紧张啦。有心就是大代志啊。佮再讲啊，阿妈爱我好好甲你照顾，你爱听话，啊无阿妈会甲我骂呢。秋香啊，你是安怎？秋香，像嘛？秋香啊，你莫安尼啦！你安尼当着太气呢。你是像？你凭什么管我？你走开啦！阿妈阿爹，你进来啦！秋香啊，你莫安尼啦，坐落来。你的三分手，拍你这个东西，看你以后阁要安怎害啦？秋香啊，莫安尼啦！走啦！进来啦！秋香，秋香啊！
秋香莫安尼啦！秋阳，你哪安尼比到安尼，是安怎啦哈？你这老查某，点去啦？我嘛唔知谁来变安尼呢。哎呀咧，那真是心情的款啊！今日啦，主长啊叫大夫来啊，紧嘞，因为啊，今日早起吼，整个要困啦，快些秋香啊，当然来了，秋香，秋香啊！已经好啊，我那边去电话。你唔通怪我心肝老土。囡仔，乖乖困，困后一暝大一寸。即摆你若困醒啊，阿娘甲煮食互你食知无？你爱乖哦，乖乖困哦。哎呀，听阿娘给我的话知无？秋香来，这里。来，先把这药啊趁小啉落去，安尼才会健康来。药啊？我无看病啊，食什么药啊？我只是有心尔。你起笑还是？对啦，就是因为你有心啊吼，所以爱食安胎药啊，来啉落。安胎药啊？你哪知我爱啉安胎药啊？你是大夫吼？啊，对啦，是大夫讲的啦，你爱甲安胎药啉落吼，你腹肚内底囡仔吼才会健康啊，来啉落。好好，我啉。细字哦，细字小。啉落去啊吼！即嘛腹肚内无囡仔，看你要摕啥靠我争。秋香。秋香扶等啊！秋香，乖，安尼啊讲。秋香，拢是我无好好甲你照顾，咱的囡仔还未出世就无伊，我对不起。我的囡仔，我的囡仔，我要来找囡仔，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啊！是安怎啦？你家囡仔害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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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囡仔害我！什么在啥？你哪里？这秋阳来变这落型的啦，听吼。阿妈，我不忍心看到秋香安尼痛苦啊。银子啊，
看到秋香安尼啊，大家心肝来到艰苦，都会唔甘啦。这秋香哦，得到这个失心症，连巴肚内迄个囡仔都无去。咱当家都也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啥那要责罚咱啊？安尼啊，你莫伤心啦，因儿还阁少年，虽然秋香袂生啊，也毋过伊还阁有如玉啊。啊对，你讲啥？秋香袂生的？大夫讲，秋香摔在楼梯，受伤足严重，恐惊以后无可能生囝啦。这拢是我害，这拢是我害。阿兄，你莫安尼啊！这吼若要怪吼，我嘛有责任啦。拢我无甲阿嫂照顾好啊，啊，回走嘴吼，毋则摔一个楼梯啦。主长啊，即马搁讲遐拢伤慢啊啦！即马咱上重要吼，就是爱赶紧甲秋香的身体医好好啦哈。因你的为着咱当家香火，你敢吼如玉啊吼？阿妈，你莫甲讲，你莫安尼变。我要照顾秋香，我要照顾伊一世人，照顾伊到好为止。因你不好，请你会当成全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随在你啦哈！你若决定安怎，要安怎拢听你的，安尼唔就好？安尼啊。因儿，来，顶起。好啊，你着直接好好照顾秋香。那因阿妈遐，我会好好来甲考劝，吼。哎呀，照顾秋香阿嫂规暝啊吼，先去食一下早顿啦，啊小休困者，秋香阿嫂我再来甲饲落啊。不要紧啦，我袂忝啦。秋香照顾就好啊，你替我转药啊。哎呀，你若较客气啦。好啦，我即马来转药啦。连食点还用拔掉嘞。秋香来，乖。把这糜食完吼，我带你外口捡起来，好来，乖。来啊！是，你是怕，你还是我的囡仔。秋香啊！你先莫激动，秋香，你先把身体修好好。你也看清楚，我是你的翁啊！对不起，你不是骗我，你是还是我囡仔有情，你啥都要爱我，你啥都要是我的囡仔。秋香，我是你的翁呢，我哪有可能害死咱的囡仔啦？你若搁生吼，咱以后才搁生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的囡仔已经无啊。别讲，伊要原谅我。秋香，就算讲你无替我生囝，我同款会惜你，我绝对袂离开你的，吼。你傻，你不是我的后生，你凭啥讲这话？天后，我要来去找天后，我要叫天后甲你这个歹人抓起来。秋香。我要当个司机呀！我已经把
原来如此，一直咧求秋香。秋香啊，你哪会这么戆啦？拢是我一人事，我真着责任来保护你个爱情，我你受这么大的委屈甲伤害，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唔好。无啊，我啥物拢无，我囡仔也无，我啥也无，我啥物拢无，我爱做啥物，我爱我，我爱我。秋香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！你袂做戆代志的啦，秋香啊！是你，我等你买的是啊，为啥你不会放我手？我会跟你同归于尽。秋香啊，你莫安尼啦！我是你人当别好咧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啦，秋香，我叫你莫去闹落去好不好？我这样失败了，你失败了，你连他的看出来最毁灭，你失败了。秋香，秋香啊！我一个可怜的好媳妇咧，你受苦啊吼，你都爱赶紧好起来哈。阿嬷若还阁一口开除的，我绝对袂让如玉阁来欺负你啦。如玉实在是真过分啦！当咱正人的面头前啊，对秋香这么好的，咱大家拢信。安怎？秋香，敢讲迄个阿爷啊，真正有问题。这主角到底对秋香做啥物代志？